退轉啦，死都唔退轉啦！你退轉要7步，向前行就3步，有乜咁蠢咧？就去到第7步嗰度就會退轉啦。好，跟住識一切眾生一切災患而現在前，就能夠咧平息一切眾生嗰啲咁嘅災難。其名曰解甚深密意菩薩。咁呢度咧就將咧出席嘅菩薩嘅名咧就講晒出嚟。其中一個就係解甚深意密意菩薩，即係解釋嗰個好深奧難明嘅意思，同埋好秘密嘅神秘嘅密藏嘅意思。如理請問，呢個好啊！呢4個字，可唔可以問嘢啊？可以，但係要點啊？如理請問，愚者問得絕，善者問得巧，癲者問得狂，傻者問得亂。所以問咧唔係唔可以問，係咪就話有個如理請問菩薩嘛？呢個夠咗我真係，呢個問嘢咧係要如理，唔係唔可以問。你按住個道理問咧係好受歡迎，就唔好亂咁問。跟住法湧，即係衝嗰啲佛法咧湧出嚟啊！哇，勁唔勁啊？即係呢個充滿佛法咁解啦。呢個係另外一個善清淨慧，佢咧又好有智慧。啲好善智慧，啲佢嘅智慧好已經好清淨噶啦。人有智慧咧，而將佢做啲壞事咧，咁就污染噶啦。咁係善清淨嘅智慧。廣慧德本，以德為本，即係以德行為本，就以修行以實踐以嗰個品格。聖義生起最高嘅真理。觀自在菩薩都喺度啦。慈氏即係好慈悲嘅啦。萬殊失利，呢個唔識啦。萬殊失利，萬殊失利個翻譯即係文殊師利啊。應該係彌勒菩薩，彌勒佛啊，彌勒佛。好嘢，真係啊！一下俾你考起添。文殊師利，文殊師利。好，咁呢個即係文殊師利菩薩好啊嚇，咁連文殊都在場啊，呢個彌勒佛都在場。嗱，咁呢度講咗咧，睇到咧佛經咧就係教人諗嘢好精思細密，學識呢一樣嘢嚇。所以跟大家分享啦，今日喺哲理上面咧係未開始嘅，係只係鋪排咧，就係如是我問，呢個係我從佛裏面所聽聞而嚟，跟住一時即係從前有一次。即係講個時間，其實呢個時間即係冇講到時間，跟住講咗個地點就係一個好圓滿嘅佛境界，跟住有乜嘢人在現場聽，就係大聲聞同埋大菩薩喺度聽，咁成個序品咧其實係講呢啲嘢啫。咁就呢啲陳老師解呢啲係會簡略解嘅，咁你有興趣點解買啲書，請呢啲書翻嚟咧，自己可以自己睇咧，就裡面好似好細節嘅嘢，你有興趣嘅咪自己去考究咯，係咪？咁但係呢啲唔係解深密經裏面嘅內容。下一章咧，下一堂解嗰個聖義諦相品。咁呢啲就真真正正解原文啦，就係解呢一個係從唯識中嘅觀點，乜嘢叫做聖義諦？佢有咩嘢嘅形象，咪有咩嘅法相，佢個呈現嘅情況出嚟係點樣？咁嗰啲咧就下一堂開始咧就可以就係好精細去解嘅。嗱，咁樣咧正話咧就係讀咗咧第一段同埋第二段嗰個原文，我都想咧就讀翻嗰個譯文，咁你更加清楚啲。讀埋就完咗今晚嘅經會。第12頁譯文嗰度，大家一齊讀第1、2段啦。1、2、3。第12頁，這部經典。當年不可存在具有對正光耀的不可所當然的淨土空間中，此淨土空間廣大光明，普照一切無邊世界。空間的無量方所到，眾多妙的加持其中，空間方圓無邊無際難以測量，超過於三界所能之處。這是由佛陀的超出世間前根所起，
公見以最極自在的正式為上，公見由佛陀如來所示說，常有無量的大菩薩眾雲集，無量的天龍藥叉、天眼光、阿羅漢、天龍王、金剛王、同古羅伽金剛法部眾多為佛王的眷屬，故的佛家都以廣大法力喜樂為所持。淨土公見能以為真實真在人世，因為一切有無常有，遠離了眾多，超過於眾多義，是與來了當義的所依據，大智慧行是空有是公義的道路，大智妙觀是所成的工具，大空無相。無解了所有之無量功德眾所當的大寶華，以彼無公的依詞這是不可會對稱地方，現有難以得以境界，雖無相法，是與法傳，達到了一切法的平等性。都無相處，不離不可所住，所行無礙，其所行不可依止，不可能有之三世平等法性中，其身後報一切世界，一切法現前依決性無計依一切成就大覺。妙善了一切法是無有無法，以非我分別有情自然真，佛陀的智慧是一切菩薩的所依所求之處，獲得於有情無邊人間身，自在解脫隨其所演現的不相都有以緣故就己，正得了緣世間，天上的法理，生生的成得，亦經了聖法界，獲得了盡類公正的法界智慧功德，並且此功德盡類的來世沒有間斷。咁讀過一次，又將正話嗰個即係中心思想咧，就講咗出嚟。罪品就係個罪，講出個時間、地點、人物啫，咁就咁簡單。咁我哋嘅經會咧就今晚講到呢度。咁啊，而家以下嘅時間咧就係分組，可以分兩組又得啊，或者係。